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炭烧超过2天，互大家忝过野生吼。即马看到台湾 Omicron 社区感染疫情控制了不止啊稳定，咱会来想讲，是毋是会当对世界各国的脚步豆豆啊开放咱的边境，互经济活动会当搁烧落起来，总是犹原需要有路来讨论。嘛，搁咱台湾研发疫苗的工课嘛有进展哦。高端疫苗伫巴拉圭3期试验解盲成功。中央研究院洪启慧前院长开发的功效疫苗动物试验效果嘛受到肯定。即马敢是疫情进入上落尾阶段的开始，今仔日咱做伙来探讨。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仁济院总院长，嘛是咱卫生署前副署长李玲婷医师。委员好，大家好。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林应仁理事长。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今仔日2项主题，第2项今仔日的本土14个确诊，咱看到疫情相对来稳定，台北甲桃园拢有渐渐甲防疫的措施放零。总是上重要的是咱的阿中指挥官讲，即马甲病毒共存是一定爱来做，要全面开放商务人士来入境哦。第2个主题，咱看到 Moderna 伫台湾要成立子公司，咱有2个。部署来争取大纲，头一个是用国发基金来投资成立新公司，第2项是用即马有的药厂来生产代工。搁要用这个新版的生医条例来互大工吼有税金的优待哦。用这的部署，咱可能会当来成立一个升级的国家队。后来。过来看到这个高端疫苗伫巴拉圭吼3期解盲成功哦，伊无认证的检查，另外伊的效价较悬 AZ。过来，咱看到中央研究院洪启慧团队所研发的功效疫苗，会当对抗济这个病毒的变异株，这是咱台湾升级。上新的突破，咱拢要来讨论。大先请教李医师吼，咱即马疫情敢会使小可互咱放心呢？以目前这个看起来吼，虽然这只Omicron 迄个传染力真大，不过到目前为止无看半个因为发生重症来死亡。哦，可见这只病毒在愈变，敢若愈弱。就有可能慢慢会将它放袂去。哦，那安尼话是咱搁采取这个行动，讲慢慢来开放，这个步数应该是对的啦。是，这个病毒有这个轻进化的趋势吼，互咱想到这个开放边境的这个措施，咱即马听到日本嘛有消息咯，因有新的开放边境的措施，这的报道咱到底来看。未少民众透早去注射针注新冠疫苗，国内医师就表示，未来国内若是要开放民众出国旅游，会当大先开放18岁至29岁，因为这个年龄层的民众，第一档的注射率已经达到99.9%。假如你要先放一些人出去，你一定是从最安全的人、风险最小的人开始放。他们非常支持政府，然后乖乖的施打疫苗。他们本身即使不打疫苗，其实面对 Omicron 也几乎都是轻症，那更何况是打过疫苗之后。医师认为讲，18至29岁这个年岁的人，若是无细致去画到，嘛差不多拢是轻症，为风险上细的人开始开放，安全性相对是较悬。因若国内这波疫情，主要是去画到变种病毒 Omicron， 而且大部分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患者。不过，台大公卫系教授陈秀熙提出 Omicron 防疫光谱的理论，甲防疫分做3个阶段，包括第1阶段动静清零，第2阶段动态清零，甲第3阶段类流感化。每周确诊数如果可以控制在350以下，那么我们都可以达到重症轻零的标准。台湾呢，几乎是已经到达，但是呢，我们的前届发生非常少数重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希望我们在未来这个往动态清零的方式呢，就可以渐渐
往确诊个案减少的动态清零走动。有感染科的医师嘛警告，国内本土去挖到 Omicron 的人，有出现做过2档 AZ， 要是死亡的头一个个案，显示60岁以上的聚会人，若是去挖到，死亡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台湾更重要的事情是，有重症风险的，尤其是老人家，很多根本没有打疫苗。这个其实我们在预防社区大规模传播，然后产生很多重症死亡上面最关键的事情。李炳英认为讲，这波疫情也未造成大规模的社区感染，而且感染的大部分拢是20岁至50岁的人，至少有做过2档疫苗。因若是去挖到，大部分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不过，若是像香港的情形，病毒传去到社区，老人重症死亡的比率就会提悬。所以高风险的族群应该要赶紧去做第3档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斗阵来看吼，自3月开始，台湾甲日本拢有新的开放边境的措施吼。咱台湾本地是14天的这个隔离检疫的期间，即马要改做10天。日本的3月开始，这个毋是高风险的国家，亲像咱台湾。这个隔离的期间是3天，高风险的国家是7天。若是非高风险，而且3档疫苗有注3档疫苗，就无需要隔离吼。啊，咱台湾隔离的这个场所是1人1户，居家也是防疫旅馆拢会使。啊，日本嘛是相像，伊的对象是商务人士。啊，日本呢有加一个留学生，啊，因的人数极加拢是5000人。咱看到日本即卖的措施，甲台湾小可有无共？请教林秘书，咱台湾敢有放国卡零的条件？我想是一定爱放啦吼。我先给你一个统计数目来看啦吼。是。咱台湾这是统计到2月11吼，国外迄阵是超400几个人，你看200个人。差不多50几%无症头，40几%吼是轻症，啊，较稍微较严重一点的人3个人俩，所以表示讲大部分都做轻的啦吼。是。啊，当然这个人大部分拢有做过疫苗的啦，会使讲差不多拢有做疫苗。啊，咱先来讲咱国内，呢统计到这个嘛是2月11吼，差不多600几个人。啊，这600几个人内面，你看4成外无症头，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6成是轻症，啊，迄阵有一个肺炎，但是2月15确实咱台湾有一个死亡的案例啦，吼，是，这个案例咧，其实有做过2针的 AZ， 吼，但是伊是本身80几岁啊，哦啊，所以较老啊，啊，而且伊个有糖尿病啦，其他的病，佮有血流伫的，所以伊的病较济，所以伊发生死亡。啊，但是伊到底是死伫即个病毒引起的感染，还是死伫伊的本身的病，真歹讲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即个病既然来讲感染着，嘛是爱轻症吼，咱无开放，嘛是爱开放啦。是。啊，咱讲你想看觅，你为着讲要清零，大家拢袂使感染着。啊，你爱影响偌济人，吼，偌济人爱生活受到影响，所以对轻症来讲，咱本来就是应该爱开放嘛，吼。是。啊，咱过来看一下，台湾当然是安尼，咱12岁以上的人吼，拢有注疫苗较济啦，吼。对。12岁以下，咱听伊讲囡仔拢无注啦，但是你讲囡仔无注，伊得着会安怎？咱囡仔得着的吼，你看。30几%无症头，50几%轻症，无一个重症，哦，嘛无一个死亡。是。啊，又甲大人有啥物差？因无注疫苗哦，这大人拢有注疫苗哦，所以你看伊无注疫苗，甲大人有注疫苗，差无啥物济咧，无差不多拢共款咧。是。大部分嘛咱无症头甲轻症咧，所以虽然是咱咧讲。咱可能有12岁以下的囡仔拢无注疫苗，所以咱有当惊讲是毋是这囡仔得着是毋是会发生重症，是毋是啊带？当然毋是讲无可能啦，但是机会真少啦吼。香港最近是有2个囡仔
过身去，但是这两个囡仔到底是毋是本身有其他的什么毛病伫的？有的囡仔嘛有一寡病，胃气病啦，什么病气管病啦，什么病嘛有可能。哦。啊是讲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若传染着，当然死亡率会较悬。就是抵抗力较低的人。对，所以是安怎讲？咱现在咧讲，到底囡仔是要注疫苗，还是唔爱注疫苗？就在咧考虑当，考虑使唔知佢要安怎？台湾目前也唔知影讲要甲12岁以下是毋是要注，还搁咧讨论咧。是安怎？是安怎囡仔爱讨论？就是讲，因为囡仔得着拢遐轻症。啊，既然是轻症，还是讲无症头的人，你甲注疫苗有啥物利益嘛？林秘书，这个囡仔的生理来讲吼，甲咱大人比较，甲病毒反应有啥物情差？其实体质无共款啦。我讲实，虽然咱讲囡仔哦，咱袂当甲囡仔讲看着讲大人甲缩小的就是囡仔，咱咧。其实小学科的伊教迄个课本内面哦，就是写讲这囡仔绝对毋是讲大人甲缩小的，就是叫做囡仔啦。囡仔的体质甲大人佫无共款，囡仔佫咧发展的中间，所以有足侪病，伫囡仔得了拢轻症，大人得了拢较严重。我比一个举一个例互你看，你看咱出片，还是讲咱出毛啦吼。哦。啊，甲德国毛啊，甲迄个整猪头皮，吼，甲水珠，伫囡仔得了拢轻症，伫大人得了足严重的。哦。所以这体质哦，就是无共款，就是无共款。是。所以这个囡仔吼，不管对头起原始是迄个武汉肺炎开始时阵，囡仔得了嘛是拢轻症较济，是，嘛拢无啥物代志。是。啊，所以囡仔得了既然是轻症，所以有当时就讲，就咁就爱一定爱注预防针。这得爱真考虑啦吼。哦。当然，若讲会当住，还是讲你感觉伊体质无讲介好，你甲住无要紧，甲鼓励。啊，若真正讲这囡仔拢好势好势，互因老爸老母决定住也好，无住也好，互伊决定。其实英国即摆讲要甲囡仔住，伊嘛是安尼讲啊，互大人去决定啊，大人也同意就互囡仔住啊。其实咱即摆住也嘛拢爱大人，囡仔住拢爱大人同意啦。是。啊，但是我是感觉迄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吼，就是较特别啦吼，伊对囡仔就是较优待啦，吼，啊对大人吼较苦毒啦，啊所以对囡仔来讲吼，我是感觉囡仔无住较无要紧，但是我感觉咱的大人吼，咱咧担心的是讲这大人佫有一两成无住的，这人是咱爱担心的代志，所以咱有当时是爱讲甲鼓励，还是讲若讲真正你爱无住，爱甲伊限制啦，佮你袂当去餐厅食饭啦，袂当去公共场所，袂当去坐什么火车啦、公车啦，迄个捷运，就是有当时咧考虑这个代志，就是讲你无住影响别人的健康，所以是安怎爱鼓励因住。啊，若囡仔咧较无要紧啦，吼。所以我讲我咧鼓励，用这个数目字互你看，所以讲囡仔咧开始较无代志啦，吼。所以大家免烦恼讲啊，囡仔都拢无住，啊是咪台湾是咪开放，免开放？嘛是会开放一啦，毋是袂开放一啦吼。囡仔得了就是较轻症，所以咱咧重视是大人有住无住，毋是囡仔有住无住。是，咱杨淑林医师所讲的主题，请教叶医师，你看真侪资料吼，我们看轻症化的趋势，敢是足确定？伊是较轻症无毋对，但是伊也是会死，伊也是比迄个流感较严重，这是确定的代志。所以伊是轻症是对迄个。拍3档的预防针的人是足轻的，无毋对，是较轻无毋对。但是对于迄无拍预防针、佮年岁较大的人，伊也是会死去。啊，对咱来讲，咱开放边境的这的措施，你感觉会当继续，还是讲搁较放任无？我看阮即摆有一个计划，讲要6月要拢总要拍开嘛，对无？是。啊，我的想法就是安尼，阮就爱设一个target。讲我一个月爱甲这时大人的预防针的注射的比例，啊，拍较悬，到偌济？哦，即马是7.5嘛，对。是。啊，我即马目标设定讲9.5好啦。是。啊，95%。啊，阮有3个月来甲这件代志来做成，所以阮在6月以前，我爱达到这个95%。是。所以阮每个月爱来看这个进度安怎，再来就放心的来甲伊甲伊拢拍开。啊，这是一个英国的资料。英国即马在1月27号完全拢拍开啊。啥物
口罩虾米拢免，对。啊，因为虾米会使拍开？其实都是因第三档拍真好。90外岁、70外岁以上、70岁以上、50岁以上的第三档拍到90外拍。哦，对吧？就是讲英国即摆的措施，就是甲疫情进前完全拢相像，完全放互开，对。啊，即摆因的这平均的这个抗体的保护率就98%拍，是。所以印度就做这个资本啊，来甲伊拢放互掉，对。是。讲到设定这个目标吼，咱看到公卫学者陈秀熙医师吼，伊有讲到一个台湾Omicron防疫3阶段，头一个阶段即马是到2月底，伊叫做动静清零吼。这个期间的目标是高效率的疫调甲抗疫，这个提悬第3剂甲公卫措施。另外就是强化这个境外检测。以及轻症的分流，这就是林秘书一直在讲的吼，轻症就无需要搁隔离啊，还是啥？啊，第2个阶段，伊叫做动态清零，为2月到5月底，这个阶段吼是加强第2档甲第3档疫苗的注射率，爱到90%。另外是这个客制化的防疫策略，第3是优质化的边境管理，譬如讲注疫苗。就无需要这个就是缩短这个检疫的天数。第4个目标是轻症自我管理。啊，到6月6月了后吼，陈秀熙医生讲，这是叫做类流感化，也就是咱已经摕到对抗病毒的这个药啊。另外，这个 Omicron 有第2代疫苗通好做。到这个时间，就会使开放边境。第4个目标就是讲，这个社区Omicron类流感的这个监测，咱请教李医师。这伊所讲的吼，是伊就是参考什么款的数字啊，还是讲这若是做落，敢会有合理？伊提出来的建议，我是大部分拢赞成啦。不过都有讲过，讲这只病毒吼，2年来已经变400-500遍啦。慢慢变伊若变啊像这只Omicron安尼吼，慢慢迄毒性有愈来愈少的话，真有可能慢慢就消失去啊。是。一个过程内底偌久唔知影，有可能是半冬啦吼。啊，你若这半冬内底尽量口罩戴好势，虽然挂好势，较常洗手咧。是。我看。真侪代志拢会当解决，唔免讲着去分什么期，啊，你嘛唔免讲每一个县市拢有无共款的客制化迄个防疫措施，安尼有当时也乱去，啊，中央当时做歹要发挥伊的指挥作用，是咱啊全台湾吼每一个县市拢会共款的步数去做，我是安尼比较要来管理较好管理。是。啊，请教林秘书，咱看到今日下晡有一个新闻吼，有出现另外一个变异株是 Delta 甲 Omicron 合起来，叫做Delta Cron 吼。这款的变异株会互，就是因为咱知影 Delta 足可怕的吼，敢会互这个病毒变异搁较厉害，还是讲甲这个轻症搁反倒转去？是毋是较厉害吼？我来看伊这个。真正感染人了吼，是毋是症头有较严重，也无较严重啦吼。病毒咧变一定是会搁变，但是那我咧看吼，应该有这个什么 Omicron 加迄个 Delta 合起来这吼，可能看伊竞争会过迄个 Omicron 无。Omicron 讲是伊迄个传染性足悬的，伊吼一只要变做几10只，变做100只，变做1000，足紧的，伊咧生囡仔足紧的啦。是。所以，伊若讲即个新的症无讲比即个 Omicron 较优势，伊有可能嘛是无法度生存，敢若拄着咧出现一道句啊就无去啊，嘛有可能是安尼啦吼。是。啊，我咧想是安尼啦，即个要解放即件代志吼，我想是一定爱做的代志啦。我想全世界无人无一个国家吼，有法度讲忍受遐久的。遐严格的迄个管制，人民的生活袂当过，啥物货拢袂当过。啊，台湾优势的所在是咱的国民哦，
对这个公共卫生合作吼，比国外较好。咱就咱咧讲啦吼，伫台湾吼，伫即个时代，你讲叫伊莫挂喙烟，伊嘛挂。但是你若伫外国，你传染遮厉害，你叫伊挂喙烟，伊嘛不爱挂。这无共款，你民族性无共款。是。所以我咧想，若讲台湾吼，是会当慢慢啊解封，啊，佮讲，你虽然是解封，咱台湾我相信，足一人嘛是佮喙烟佮挂咧。手嘛是时常咧洗手，嘛是搁真合作咧防疫，所以咱台湾我感觉咱比国外搁较有迄个优势通解封。是，你看国外一寡讲迄个，你看北欧一寡国家、英国一寡国家，因一个解封哦，3个月都毋免啊。哦。喙啊毋免，迄个餐厅拢会当用，凊彩唱歌啥的，娱乐拢无要紧。是。但是台湾，我咧想吼，咱的骹步会较慢啦，但是绝对是咧解封啦。因为因欧洲、美国这因咧开放较紧，因一下变一下就落去啦。讲好开放好，拢无要紧啦。恁做你佚佗，做你安怎过以前的生活吼？是。台湾的民族性哦，甲咱政治来讲吼，普通咱袂安尼啦。咱绝对是一步一步慢慢啊落来。那想讲哦，你即摆伫楼顶吼，要跳落来楼骹吼，你毋敢用跳的，你会行楼梯落来，一步一步行落来，慢慢啊适应。台湾普通会较保守，吼。啊，但是你看迄民族性来讲，美国、欧洲、加拿大，你看，好，因咧，下尾加拿大，恁讲叫迄卡车司机自用车，伊都无爱咧。伊卡车甲伊驶，高速公路甲伊挡掉，我毋爱做，为了安尼，我毋爱做，这伫台湾袂发生啦。哦，讲到这吼，咱针对这场度，过来请教林医师吼，陈秀熙医师所讲的这个3个阶段吼，伊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就是这条。这是一个确诊的人数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吼。到这个类流感化的时阵，这是逐天可能几百人会确诊吼。不过，照咱台湾即摆的状况来看，这款的状况敢会出现？会出现啦，安怎讲咧？你即摆哦，搁你用下，互你煮3针也好啦。你敢着讲袂感染，嘛是会感染啊。但是感染安怎？感染就感染了也要紧啊。啊，我若感染是轻症甲无症头，啊，我感染有啥物要紧？是。所以你用下煮的，互大家感染袂去感染，嘛无啥物大代志啊。是。吼，咱想讲，我已经感染着，还是讲我已经做过医用车，我毋惊讲我搁会互病毒搁会互感染着啊。其实我若讲我做过医用车了，我搁感染着，我的抵抗力会搁较提悬。是。这是有影的代志啊！咱想讲安尼，你今仔日有做过出毛仔的医用车，有做过水煮的医用车，你可以接触到出水煮的人，还是接触到出毛仔的人？是。你有啥物代志？你无代志啊！你抵抗力搁愈好啊！是。所以咱医用车是咱一直咧鼓励咱的国民讲，一定爱注意用车，一定爱注意用车，就是安尼啊。哦。咱毋惊感染，咱是惊你。感染着了会出现重症啦、住院啦、爱死亡。是。啊，等到你若做过医用车了，去感染着，你若是讲感染了是轻症无症头，你等到就抵抗力会搁提悬啊。是。你若想搁做一趟医用车，这一直咱咧讲就是安尼啊。是。这个咱若讲有做过医用车，咱伫个社会咧行搭，搁撞着迄个有病毒的人，咱的抵抗力是搁提升，毋是讲搁会惊讲会发生啥物问题咧。是，尤其是你若讲做过3针啊，搁愈好势啊。啊，你若讲做过2针啊，搁较久啊，啊，你就惊啊，无我搁做1针嘛吼。啊，你若拢无做，你才是爱惊的啦。好，咱看到吼，做预防车对这个奥密克戎的防备是真重要。咱来请教叶医师吼，英国即摆完全无防疫的措施了后，因的社会有啥物影响？对，即摆是无啥物影响，因为确诊的人。甲迄个死亡的人，甲住院的人，拢咧共，所以无是讲介严重。啊，伊要解封，伊之前伊做过足侪研究，讲即马解封敢会有危险。伊是做过差不多3-4个礼拜的观察，才会使做出这个决定。啊，因是看讲啊，真正是因为 COVID 的死亡的人，真正是遐尼侪咩？就因为以前的定义是讲，你确诊28天内来。迄个往生的人拢算讲是 COVID
相关的死亡，哦但是因真正要去看讲死亡证明书上面敢真正有 COVID， 啊，所以做一个排除了后，你感觉说其实迄个足侪是灌水的。哦，毋是因为得到这个肺炎来死亡。是，对，伊看到足侪这种的病人讲，因的死亡证明书上其实无讲到 COVID， 哦，迄占一个较大的这个比例对。过来你又看这个所以你看用这个传统的这个定义，伊的死亡的人数是较悬，到这个二月初到2月初。开始个开始个愈来愈少，但是你看这个死亡证明书，上面敢有 COVID 咧，伊其实是病的。哦，所以因都较有信心来去讲阮即摆落来解封。佫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阮拍了第3档以后，伊的住院甲死亡的保护力，其实差不多3个月以后会愈来愈降过来。对，所以你来看一下，无住第3档以前，迄个对欧米克是真正就差的。预防迄弹医啊，都差不多降到2强、3强左右。但是你拍掉第3档以后，你就会使提升到差不多9强，9强会使维持差不多上少差不多3个月左右。但是你嘛是会够豆降落去，所以你看这个图就清楚的，这是第3档，啥物时阵开始拍，甲啥物时阵开始解封，所以伊咧解封的时阵其实是足科学的一个做法，因为伊选直接阮全体的这个保护力上悬的时阵来去解封，因为这个时阵我无来解封以后，我的机会就会愈来愈少。哦，因为迄个抵抗力在降。对，我选一个我的。elderly 啊，甲即个士大人啊，第3档住好，佮有保护来上赞的时阵来解封。是。安尼，阮就会使较来看卖讲因解封是成功还是失败。观众朋友，咱看到即摆咱台湾的疫情是相对稳定，总是中油大拿炼油厂的这个确诊的事件，互咱小看会来烦恼。这报道咱倒阵来看。保全守伫门卡口踢出入的人员磅体温，中油高雄大拿厂有3个员工确诊，是第12钟流工厂的工班员工。市府下令全厂2300个员工拢爱体检。做了到下班。哦。有会早来着第1班的人，就是做咧较准备上班。大拿厂的员工小煞转到厂区体检，到16为止，总共体检1901个员工，全部拢是阴性。不过，着惊群组扩大会影响生产，除了继续体检，中油也向大拿厂各单位的退休员工定顺转来支援的意愿。新进退休的资深的同仁啊，这一段过渡时期是不是愿意回公司来协助哈？那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工厂的特性了解，那当然征询他们的意愿，这个基本上算是一个前置规划的作业，等于我们讲说就是做一个准备啦。中油表示会进一步甲退休员工来协商，不过也强调这只是备案。大拿厂目前运作拢正常，产能无受影响。不过因为即马只有厂区内设体检站，附近的居民认为社区也应该设站做体检。应该是需要啦，因为安尼防堵较确实啊。传播链有在扩大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在这边设一个筛检站。进前因为高雄港或者是下县市群组等等的传播链，为了确保社区安全，拢有伫基镇也是公山设体检站。针对大拿厂的群组，卫生局回应讲会看疫情的发展，若是有必要，就会做社区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看到这个报道，要来请教李医师吼，这一条吼，这传播链，咱敢需要烦恼，敢会愈来愈侪安尼？拄仔有讲过，就是讲渐渐啊会使来慢慢放松啊吼，是因为这只病毒并无遐尼严重。但是心肝也袂使伤过凶，就讲马上就甲放下去，袂使安尼。虽然咱即马这2礼拜看了足侪条传播链，有几个找无源头是伫倒位，所以表示讲这社区内底一定有人去传染着，但是不一定有症状，所以伊个传染互别人。这个传播链是一定有存在的啦。不过啦，咱慢慢观察讲，若确实。伊咧慢慢传但是慢慢咧袂去，
如果若是安尼话，咱就免遐惊吓。不过还是卖伤放松，然后这个传播链条，咱就马上来围起来看内底还佫有人有无。若是无，咱就放心就真多啊啦。哦，是，因为济条传播链，其中可能一定有这个稳重的传播链。咱请教林秘书，这敢需要烦恼这个稳重的传播链？对我来讲吼，比如讲我已经做过3届啊吼，我其实是袂烦恼啦。是，但是我较烦恼的是遐无注意用社遐的人吼。啊，你讲台湾哦，目前为止差不多10条左右的，就是找无感染源的传播链伫个。对。啊，这个人是对来，唔知影，是啥物人传染互伊，唔知影，找无啊。啊，这是安怎会找无？因为讲实在，啊，你即个奥密克戎，咱都传染着，都无啥镜头，轻症免哪会知影讲伊有传染着，无传染着？你徛伫你的边仔一个人讲伊无镜头，你讲伊有病毒啊无病毒，不验哪会知影？是。啊，你要哪验？你若真正要知影讲，到底有偌济人传染着？你全台湾的人拢甲验看卖啊！啊，验一摆嘛无够咧，有当时佫过2、3个，佫验一摆，啊，佫验一摆，啊，咱台湾有法度做甲这个代志出来。哦，这都是去年这个破胎无法度做。对嘛？你无啦，毋是讲无法度做啦。你安尼做，要安尼做，你爱浪费偌济医疗的资源，就是意义有限就对。对嘛？啊，有啥物意义吧？啊，你有感染着是安怎？啊，我有感染着，啊，我也无使镜头，啊也袂，啊，佫传染别人，啊，别人也无使镜头，安尼你何必得去验？是。哦，所以咱台湾虽然我看即摆逐工拢差不多10外例，啊10外例，敢真正干10外例？我咧想哦，毋达10外例啦，因为咱吼无去做讲，甲即个管市规拢带来讲，逐个人拢甲验看卖。是。咱若想讲，想迄中国迄吼，中国有法度讲，好一个城市甲封锁起来，讲逐个人拢甲验。咱若安尼验哦，咱就咧看到足侪人有发生有感染着。但是咱目前为止是讲啊，这个人有传染着，啊伊边仔人有接触着来去甲验，安尼缩小范围了呢，你验着阳性的人就较少嘛。是。啊，但是我是讲安尼就会使啊，我嘛是感觉认为安尼就会使，毋免讲逐个人拢要甲验，啊验咧无意义啊。你若讲今仔验开吼，即个人得着病，就是若无死就伤，就重伤，无死嘛半条命的这吼，伊就爱好好验。是。啊，若讲对感染着的人，啊都轻症啦，啊都无啥物镜头的人，你验这有啥物意义？是。啊，上重要就是讲，咱若讲其实医用社做咧，啊你若讲真健康的人。啊！我行大江湖，我去拄着病毒，啊！我有安怎？我嘛袂安怎啊！有当时我拄着了，我等到抵抗力佫较悬咧。是安怎要趁迄个英国要解封，疫情虽然伫咧传，佫要解封，因解封了有啥？足侪人拢注意用车，啊无感染着就感染着，感染着的人加上注意用车的人合起来，就是咱的群体免疫的基础嘛。是。啊，这个人若讲已经差不多要8、9成。啊，就差不多啊啦，啊，佫有病毒去传染着，啊，传染着哪会要紧？传染着了，我抵抗力佫较悬啊！我对伊咧讲安尼啊，咱较早讲迄个啦，咱讲出片来讲，迄个出毛迄个医用社，过去一回迄阵就注一剂尔，你无治疗吼，等到久久会佫得着。哦，所以是安怎讲？甲要迄个上小孩就爱佫注一针，就是安尼来啊。是。因为你注一针了吼，那这逐个人拢社会中拢无人有得到这个出片的这个病毒吼，你伫社会中咧行，你袂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是。啊，你若讲社会中已经够有病毒，啊，你已经注意用啥，啊，你佫接触到这病毒，你免了你会佫愈提悬，你等到毋免注第2针的用啥。哦。啊，你若逐个人拢注意用啥，注了拢无病毒啊，社会拢无病毒啊，你等到爱注第2针的用啥？是。预防佫。突变迄个病毒过来迄阵，你佫会感染着，因为你的抵抗力咧维持伫遐，还佫慢慢咧减少啊。啊，你若讲一直咧接受病毒，你事实上你的抵抗力一直悬。是。你袂过毋免注意用啥，你就佫免了你佫提悬啊。是。哦，那想讲我安尼已经做过用啥了，我佫接触了病毒，我等于佫做第4针、第5针、第6针安尼共款的意思啊。是。哦，所以咱的免疫力吼是愈接受愈悬。所以咱袂使讲完全拢若想咧活伫迄个讲拢无霾菌无病毒的世界内面，
你安尼等到你有一病，我一定着这病到你会死亡。是。啊，咱一直咧接受，咱的免疫力咧，一直咧训练，一直咧训练，咱像一个军队有咧训练吼，伊会继续作用的。这敢是一个免疫系统都爱去甲用的概念。对啊，这是讲愈用愈强，那像咱咧，你看，你一个人无运动的人吼，你身体足弱的，你敢知？啊，你若时常咧运动啊，你的身体会足健康的，意思共款啦。你有咧一直咧训练，一直咧训练人，你对抗力上好。是。所以你若讲做会用下人，你可以接受了病毒，事实上你的对抗力是一直咧提悬，一直咧提悬。吼，唔代表袂动静，你佫会一直咧提悬，你会佫维持佫足好的免疫力伫的。观众朋友，林医师一直咧甲咱讲，你若有注意风险，你就免烦恼畏着病毒，因为伊动静率会降低，咱嘛无需要对着这个逐工的数字伫遐伫烦恼心吼。讲到疫苗，咱知影拄则讲到 Moderna 伫台湾成立子公司，咱来请教叶医师，这个 Moderna 成立子公司的这个新闻有啥物意义？所以Moderna 成立这子公司，甲阮台湾家己代工是两件完全无共的代志。哦，对，所以子公司是在讲台湾有一个办公室，伊会来处理台湾的业务，是，迄是子公司。但是代工这是另外一款代志。哦，啊，我们来看韩国其实差不多一年外以前都咧做这个Moderna的代工，约都签好啊。是，所以Moderna 因为亚太的这个代工的这个基地应该是韩国，无毋对。是。对啊，因是甲迄个三星的这个生物科技，而且来合作来去做这个Moderna的这 mRNA 的代工。是。对啊，其实阮即马要来去甲因拼这个代工，其实机会应该是无讲足悬的啦。就是讲在你看，可能代工的机会无悬，总是伊成立子公司的目的是啥？敢袂互咱较容易买到这个疫苗？所以成立这个台湾的分公司，啊有一个办公室，伊有专职的负责的人，所以咱的沟通啊，就会较紧，较有效，较有效。咱看到叶医师讲吼，成立子公司，甲咱台湾会使争取到代工是两回事吼。咱即马来请教李医师，咱看到咱的高端疫苗伫巴拉圭的这个3期解封成功哦。啊，伊的效价是比 AZ 搁较悬哦。啊，这对咱来讲，敢会当互这个咱的高端吼，互搁较侪国家来得到承认。是，这是24当前咱想袂到的代志。哦，迄阵啊，大家发现讲，真侪升级公司拢是咧，真侪，毋是讲真侪啦，吼，几间啊啦，拢是咧挂羊头卖狗肉啦，无正经咧做代志。毋是24当后，你看到即马台湾的几间升级公司，尤其是即几间，包括着即个高端，包括国光、联亚等等，你会发现讲，啊，即马全世界即马才10几支迄个疫苗咧用啊，虽然发展200几支，但是最后上市是10几支，咱高端是属于其中一支，而且即马做出来实验，佫互咱大家真娱乐，哦，真有信心。可见咱台湾的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敢若愈来愈好，或愈来大家拢愈有信心。哦，那林秘书你安怎看咧？我想哦，咱本来就是应该发展咱国产的疫苗啦吼。是。你想看当初武汉肺炎拄啊开始时阵，咱要买疫苗敢买有？买无啊？因为大家抢要爱啊，啊生产国的国家一定优先供应因迄个国家嘛。比如讲美国做的，因一定是美国先用啊。是，迄人命关天的代志，因哪有可能讲先外销，无咧国内的代志。咱搁讲咱国内嘛是安尼，咱较早咱喙炎做了，迄阵无啥搞，迄阵咱国内要求需求足济迄阵，咱国家嘛是要求讲你袂使甲卖去外国，你要先供应国内，国内若有够了，你使较早较会使甲外销去啊。是，国家喙炎队就是安尼来嘛。对。大家国家拢有这个保护主义嘛，所以我搁讲咧，今仔日来讲，今仔日莫德纳来讲，今仔日台湾设一个子公司来讲，我想哦，咱国家嘛会当要求讲，你先供应互我国家的迄个国内先海互我疫苗啊，你嘛莫先甲外销嘛，吼，嘛是有这个好处啦。当然，我想
公司要设伫足侪国家有好处有当看到种什么对间国家迄个抢火烧去啊，伊若无较侪间的吼，伊风险嘛较大咧，所以有当时啊风险要小分一下，即个国家有，迄个国家有，啊万一迄个抢若无，伊要安怎？啊，佮讲，我想伫外国来设厂有个好处，就讲工资较俗啦，较毋免像因咧外国迄工资遐贵啊。啊，咱台湾，我想咱的高端业一定爱鼓励啦。我想当初高端拄啊开始出来时阵哦，我想足侪迄个人吼一直咧甲攻击吼，讲伊安怎偌歹都偌歹。啊，人确实研究出来都是有效，啊，这也有证据伫的。啊，你直甲攻击，安尼嘛无意思啊。咱应该有国内疫苗会当生产，疫苗公司会当生产疫苗，咱咧甲鼓励较对啊。是。万一有一天，佫有一个新的病出来，咱有即个疫苗公司，咱嘛当佫生产新的病的疫苗出来啊。是。咱毋免佫靠外国啊。哦。这是救命的代志呢，这毋是讲迄个咧，这是必要的医学的基础呢嘛，袂使讲拢甲靠外国啊。是。哦，你想看咱台湾做医用车是比外国加足慢的呢。欧洲、美国迄阵做甲毋知做偌济人去，咱台湾占都还无咧。是。咱比外国加足慢的呢。是。当然咱咧做有那真紧啊，但是咱较慢起步啊。因为迄阵国外拢做的迄阵，咱买无啊，咱迄阵 BNT 嘛买无，莫德纳嘛买无 ，AZ 嘛是真勉强，头期拢靠人送的，毋是靠买的咧，买无啊。是。哦，啊，啥人要送你？啊，你无啊，人才送你的。哦，啊，你今仔日咱人我都生产，咱听我送人都有咧。所以我想应该咱来甲鼓励啦。啊，佮讲，即个公司哦，成立公司，你若做了好，会趁钱呢，毋是袂趁钱呢。高端的迄个股票一直咧起，安怎也会起？伊就是有迄个效果，伊甚至会当卖予国外，安尼毋才会起价啊。是。哦，所以这一个公司爱甲培养，吼，啊，你伫国内设厂，咱若比如说国内有需要迄阵，伊嘛当替咱生产即个咱需要疫苗出来啊。是。所以我是感觉一定爱鼓励咱国内技术，咱袂当逐项代志拢靠别人。咱像咱讲，免讲这医学的代志，咱讲武器就好啊。你是讲你飞机、战车拢爱靠外国，互你的，你要和人战争。哦。咱要互你就互你，咱唔互你就互你。啊，这个医用车嘛是一种战争啊，含上咧战争，含病毒咧战争啊。是。人含病毒咧战争共款啊。是。所以你战争迄阵，你干那要靠国外互你武器哦？你家己内当生产武器，你上好啊，上紧啊。啊，你要靠国外，你来共买、共高价咧，啊，人也唔互你咧，啊，唔互你就翘去啊。是。观众朋友，咱看咧吼，咱即马甲病毒咧战争，咱的国产疫苗吼有效，需要甲支持。另外，咱看到中央研究院洪启慧甲马特团队又研发一个新的 mRNA 的疫苗吼，伊研发这个疫苗目标是要对应病毒一直在突变。另外，伊即马的进度是申请美国的专利。即马的 mRNA 疫苗有一寡欠点吼，就是讲伊会诱发 T 细胞的免疫反应较低啦。另外，就是病毒一直在突变，即卖疫苗对袂着。总是咱的中央研究院开发的这个疫苗吼，伊是全球第一支会当诱发 S200的强烈的 T 这个细胞的反应的 mRNA 疫苗，伊的这个效果是其他的 mRNA 的疫苗的2倍到3倍。另外，伊佫有一个好处，伊是功效的疫苗，而且这个生产紧，佫会使大规模的生产吼。咱大声来请教叶医师吼，这个 T 细胞伊的作用是啥？是安怎这个疫苗才有效？对，即马阮之前的经验是看到 mRNA 疫苗甲蛋白质疫苗，伊的 T 细胞的迄个反应是较差。是。对，啊，上好的 T 细胞的反应是 AZ 疫苗。哦。这是之前阮看到的现象。但是mRNA 疫苗拍到第3档，伊的 T 细胞反应嘛会起来。是。所以伊爱爱拍较侪档，伊的 T 细胞的反应才会提升起来。对，啊，伊即马我看这篇的研究，伊是甲这个 mRNA 做一个修改，对，
啊，还可以较会使去诱发这个 T 细胞免疫、甲 B 细胞免疫，拢会使较好。但是即摆问题是，这个是一个较前期的一个研究，所以阮来对照这个表吼，这是预防下的生产的过程，啊，甲研究的过程，这是第1期、第2期、第3期的人体试验，甲伊会使摕到这个，唔管是迄 EUA 啊，佮是迄 FDA approval， 伊爱足侪时间，爱过足侪关的。啊，伊即马这个研究是咧这个 preclinical 前期，对。所以真正爱会使把这个预防下做出来，啊，佮会使量产，甲每一样拢会拍得到。啊，这个是这个爱足侪时间。差不多，佫需要偌济时间？你来看。上少嘛爱一年到一档到2档左右，以后才有安尼个可能啦。但是看因咧要安怎甲Moderna跟Pfizer来去合作，对。啊，这是这就无法度讲去预测讲因未来是会安怎的。是，咱台湾的研发即摆有突破，总是。可能佫需要一寡时间，咱来请教林医师，拄则所讲的这个 T 细胞吼，伊是怎样来对抗这个病毒？咱的免疫力来讲哦，分2种，大部分会当讲分2种啊，一个是 T 细胞，一个是 B 细胞。啊，咱讲 B 细胞是咧讲啥？咱资料产生一寡抗体，这种是 B 细胞造成的。是。但是另外一个 T 细胞这方面呢？咱做疫苗了，哪当产生一个 T 细胞的反应来讲 ，T 细胞是啥物物件 ？T 细胞就是讲，你有这个细胞内面若有一寡病毒伫的，咱有一种 T 细胞会当甲这个细胞有病毒内面的细胞甲杀了死。哦。安尼这个细胞若死，内面的病毒嘛无去啊。是。哦，所以咱的 T 细胞，咱的免疫力分2种，就是讲一个 B 细胞，一个 T 细胞，就是安尼来。B 细胞就是互你抗体关起来。抗体会当去中和这个病毒的毒性，啊，一寡 T 细胞是直接甲这个有感染到这个病毒的细胞，直接甲杀了死。哦，安尼这个你若细胞死去，你个内面的迄个病毒嘛无法度活。是，因为这个病毒就爱伫人的细胞内面，伊才有法度生存，伊才有法度一直生囡仔出来。是，吼啊，所以咱的免疫力若有一个 B 细胞甲 T 细胞做伙作用来讲咧，咱的免疫力提较悬啦，吼。是。啊，有当时 T 细胞的效果佫愈好，哦啊，所以红科辉这个印度这个做出来这个疫苗咧，有这个好处来讲，伊毋但讲 B 细胞，伊个 T 细胞伊也有伊个作用伫个。是。啊，佫讲伊吼，伊有针对这个病毒内面有一寡较袂变化的部分，去针对迄个部分做这个疫苗出来。啊，伊生产出来这个疫苗，伊生产出来这个物件咧较纯，所以会当较做出咧咱人诶对这个病毒诶迄个疫苗咧，会较提高较悬的抗体，啊，毋但讲抗体悬 ，T 细胞的能力嘛较悬，是，所以有这个综合的免疫力伫个啦吼。当然，真正伊若讲要甲临床应用咧，可能爱真正爱几啊年啦，是，上紧你嘛爱1、2年啦。因为伊这目前是动物试验尔，动物试验了，你爱做出成品出来，你爱搁成人的试验啊。啊，人的试验袂使讲大一只来叫足侪人来啊，伊先叫几十个啊，先做看卖咧，几十个了无问题，搁做几百个啊，几百个了无问题，才会当几千个啦，几万个去做啊。哦，所以这要做一个试验，起码嘛一个阶段试验，起码嘛要半年啊。是，你若讲3个半年，起码嘛要1年半。是，林秘书拄则讲到，咱中央研究院这支疫苗，伊的这个功效性吼，伊有讲到一个这个原理，咱请教李医师，伊这个功效的原理是啥物？拄我讲迄个 T 甲 V 吼，伊若是自然的感染，就敢若中医咧讲的迄个阴跟阳啊。哦。但就平衡了 B 细胞甲 T 细胞的平衡了，咱的抵抗力就真好。是。毋过这疫苗做落去，甲咱自然的迄个感染是无啥共款。是。哦，有当时你做无好势是会害着家己啦。哦。T 较强，还是 V 较强，有当时害着家己，这才真考虑。其实伊毋是第一支会当互迄个 T 细胞更较好的免疫反应。哦。就我所知影的是，联阿就是咧做这。
然后迄个疫苗就是强调伊是 T 细胞的迄个反应比以前更较每一组的迄个疫苗都更较好，可惜伊就是无去 FDA 咱台湾的 FDA 甲通过。哦，就我所知，伊是第一支是安尼。即摆看到这个洪前院长的这个团队吼，做会出来这个物件，我是感觉真乐观、真好啦。哦，但是希望讲会当更加速度更加紧实啦。是，讲到伊针对病毒内底较袂去变化迄个部分，这敢是做一个伊去认到迄个病毒的这个就是基卡。所以就是安尼，咱讲咱迄个病毒内面有一个吐出来迄个物件吼，咱像一寡迄个咱刺共款吼，咱讲咱有当看到迄个，你看咱看咧仙人掌，你知无？仙人掌有只刺，足侪刺吼。是。迄个咱普通是咧针对伊个刺的所在，咧做即个疫苗出来。即个刺是安怎会有迄个作用？伊刺吼，就是要入去咱细胞内面的一个通路啦。哦。所以咱目前的疫苗拢咧针对即个刺的所在，迄个拍去，伊就无法度入去咱的细胞内面。是。但是即个刺虽然是一个刺呢，有较会变的所在，嘛有较无变的所在。哦。即个红科辉伊就做出来即个物件，伊是针对较袂变化迄个部分去做即个疫苗出来。是。所以伊想要较侪效果伫就是安尼，对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这边个奥密克戎都有效，就是安尼。因为你有所在无变的所在，你一定固定的所在。我就针对你这个无变化的所在，去甲伊做出这个疫苗出来，去甲这个无变化的所在，去针对你无变化的所在去做这个疫苗，安尼我就对大家疫苗拢有效果，对大家品种拢有效果。是。你若敢若针对伊的变来变去的所在去做这个疫苗来讲呢，有当时变到一个别项，你就无法度啊，无效果啊。哦。所以伊就针对伊较无变的所在 ，S2 的所在，哦，迄个刺的所在，迄个较无变化，迄个所在去做这个疫苗出来嘛。是。所以是安怎讲？伊对逐项品种的迄个病毒拢有效果，就是安尼来嘛。是。咱请教叶医师，你手中敢有一寡资料会当来解说这个过程？好，阮即摆来看别个国家有做即种的预防针啊是无？所以走啊上紧的是即个美国的军方，伊嘛来做即个广效的即个疫苗预防针，即摆已经差不多要做了这第一期的这临床试验，对啊，即摆要到第二期甲第三期。因咧做的方法都是亲像迄林署长讲的，伊甲足侪的物件放咧内底。袂变有变的，有变的迄种的，搁较侪种的，甲伊放咧同一个迄个物件同一个碗内底，甲伊拍落去。所以你接受到即种预防针的人，都会对足侪种的即个变种病毒，拢会使有抵抗力，拢会使有保护力。对，另外一种的是澳洲Australia 在去年开始做的一个第一期的临床试验，嘛是用差不多的一种做法，都把较侪的迄个病毒的迄个刺，甲无动，甲足侪品种的即个病毒，甲伊放咧同一个碗内，甲伊刺落去，对。咱伫新闻面顶看到讲吼，研发这个疫苗吼，伊用一个方法，就是甲这个糖甲去除掉吼，这个方式是有安怎款的美感？例如，这个物件实在是真深啦，所以直接要讲安尼简单来解释是有较困难，因为咱所讲的迄个做疫苗物件大部分是做蛋白质吼。是。然后要去糖的迄个物件来做吼，可能是迄个毒性，还是讲迄个副作用可能较少。不过迄种的物件是足深的，就是毋是咱2、3句话讲会出来，讲会完全的所在。是。李医师讲到，咱中央研究院用的这个方法吼，会互毒性甲副作用较少。林医师拄则讲到，这24档内咱的生机吼。科技有足大的发展，即马咱有高端，阁有即个新的疫苗，对咱的即个生机的产业会有啥物款的即个引出的作用呢？咱即个科技讲实，因为病毒已经2年啊，咱人的即马医学技术已经
继续进步啊，咱了解这个病毒入侵，咱就会当知影讲病毒的弱点伫倒位啦。是。这个洪启会议长伊讲伊的做法就是安尼吼。咱讲这个刺来讲，这是病毒的刺来讲，伊这是靠这个刺入去咱的细胞内面。是。啊，顶头这个部分是会变来变去的，吼，有当时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这部分是一只尔，啊，这部分是无变的所在。啊，你若讲针对于无变的所在，伊这个刺嘛是歹去啊。啊，你若干那针对于会变来变去的所在，啊，但是若变得较深，你就无效果啊。是。啊，伊这个糖分子是安怎讲？甲去除这糖分子了，就效果较好。就是有当时这个刺呢，有当时啊呢。会有一款物件砍掉的，砍掉了呢，你就咱的细胞就唔捌伊啊，就咱想讲有砍一个布棚共款啦，啊，咱把这个布棚掀开了，互这个咱的细胞针对这个物件捌得较深，啊，咱来做出来的物件就有效果。是，所以这个。